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娛樂大追蹤。如果你中意呢條片，記得點讚同訂閱。我係你哋嘅主持小威。想象一下，你喺一列充滿乘客嘅港鐵車廂入邊，戴住耳機，聽住自己最中意嘅歌，沉浸喺自己嘅音樂世界。慢慢你發現身邊嘅人一個一個咁落車，但係你完全冇留意，因為你覺得下一站先係你嘅目的地。直到有一刻，你抬頭一望，發現成個車廂得返你一個，而窗外唔係平時見慣嘅月台，而係一片伸手不見五指嘅漆黑。呢種好似驚慄片咁嘅情節，竟然喺2026年初嘅香港現實上演。今日我哋要講嘅就係一位港男喺港島線尾站堅尼地城，因為聽歌聽得太入神，結果誤闖神秘掉頭軌道嘅驚奇經歷。呢件事咧喺網上咧引起咗軒然大波，有人話佢入咗平行時空，有人話咧佢去咗傳說中嘅鬼站。究竟當時發生咗咩事？佢最後又係點樣出翻嚟嘅呢？話說呢位苦主男主角最近喺社交平台 Threads 上面發咗一條片，真係睇到大家心驚膽跳。當時佢就係企喺港島線嘅車廂入邊，一如既往咁戴住耳機，專心致志咁聽歌。大家都知道啦，而家啲降噪耳機功能好勁，一戴咗真係連側邊發生咩事都未必知。呢位男仔就係咁，完全冇留意到噶，車已經去到港島線嘅終點站堅尼地城。正常情況下，去到終點站，港鐵嘅司機同月台職員都會巡視車廂，確保所有乘客已經落晒車，然後嘅車先會駛入掉頭路軌或者車廠。但係奇怪嘅事情就發生喺呢度。呢位男仔話，當時司機同所有乘客都落晒車，竟然完全冇人發現佢仲企喺車廂入邊。可能係因為佢企嘅位置係 CCTV 嘅盲點，又或者係職員巡車嘅時候一時大意。總之，架車就咁喺冇人察覺佢存在嘅情況下重新開出，然後慢慢駛入咗一個完全冇燈、窗外漆黑一片嘅地方。佢影嗰段片真係好有氣氛，成個車廂空蕩蕩，一個人都冇。燈光雖然仲開住，但係望住窗外嗰種深不見底嘅黑暗，真係令人毛骨悚然。最搞笑係喺呢個咁寂靜嘅環境入邊呢，車廂廣播竟然響起一句停車位置正確啊！依句平時聽慣聽熟嘅自動廣播，喺呢個環境下聽落去，真係帶住幾分詭異啊！呢位男仔當時都算好鎮定，佢喺貼文入邊話：我企咗喺度專心聽歌，架車過埋堅尼地城總站，竟然司機同乘客落晒，都冇人發現我。原來架車去咗一個地方停咗喺度，我都覺得我幾鎮定。呢件事一傳開咧，網民嘅反應咧真係五花八門。大家嘅想象力真係豐富到不得了，有好多網民呢，第一時間就聯想到日本好出名嘅都市傳說如月車站。傳說入邊有人搭電車搭到去一個地圖上唔存在嘅車站之後就失蹤咗，網民就笑住話呢位男仔今次係去咗如月車站香港分站，或者係入咗平行時空同結界。仲有網民提到一個香港鐵路迷一定知嘅傳說，就係林士站。呢個站本來係預留俾東九龍線嘅，但係後來計劃擱置咗，變咗一個荒廢咗嘅月台。咁網民就講笑話啦，樓主係咪唔小心去咗呢個被遺忘嘅空間啦？有人仲更加搞鬼話，樓主可能已經唔係幾個鐘前嘅樓主，暗示佢係咪俾咩嘢附咗身，或者已經換咗個人翻嚟啦。講翻現實面，好多鐵路迷就指出，樓主今次其實係解鎖咗連鐵路迷都唔敢做嘅隱藏任務。喺鐵路術語入邊，呢個地方叫掉頭軌道。通常列車去到終點站之後呢，需要入去呢啲路軌轉向，再出翻去對面月台，開往相反方向。網民大讚樓主今次真係打敗咗99.99%嘅香港人，因為正常人根本冇機會留喺車入邊入去呢啲神秘地帶。不過驚嚇嘅背後，大家亦都好關心安全問題啊！有人問，如果當時車廂熄埋燈點辦？樓主就回應話：好彩當時冇熄燈，如果唔係真係會驚到飆尿。亦都有網民提出質疑話，堅尼地城站平時職員巡得好嚴，車長仲會用咪嗌到所有人落車為止，點解今次會出現咁大個漏洞？有人推測呢，可能樓主真係企得太埋角落頭，或者係當時職員太趕時間啦。呢件事亦都引發咗好多網民分享自己嘅類似經歷。
原來喺香港唔係得樓主一個咁好彩。有位網民話佢以前試過挨住門口玩電話，玩到忙晒型，抬頭先發現過咗站，架車停咗喺黑麻麻嘅隧道入邊。佢當時行去車廂中間想揾人，結果遇到個司機。個司機見到佢嗰陣嚇到彈起，因為司機以為巡車巡得好乾淨。最後呢，司機要叫佢等一陣再帶翻佢出月台。仲有更誇張嘅經歷，有網民分享話佢朋友試過喺車入邊瞓着咗，一覺醒來發現架車已經入咗車廠，成個車廂熄晒燈，完全全黑，一個人都冇。諗起都覺得恐怖。喺一個封閉嘅漆黑車廂入邊，周圍都係鋼鐵同機械，真係好似置身喺喪屍列車嘅場景。咁隨時會有嘢喺車尾衝出嚟。呢位樓主最後都平安無事出翻嚟。佢話喺嗰個黑漆漆嘅地方等咗一陣，諗住架車點都要出翻去載客，所以就冇特別去撳警報器或者揾人幫手。咁啊，結果嘅車真係重新啟動，慢慢駛翻出月台，佢就咁成功逃出生天。佢仲好豁達咁話唔好浪費人力物力揾人理我。呢件事除咗帶俾大家一點娛樂同驚奇之外，其實都係一個好大嘅提醒。第一就係戴耳機嘅問題，而家嘅降噪技術真係太犀利啊！大家喺公共交通工具上面真係要留翻一分神去留意環境，唔好完全同外界隔絕。萬一真係發生咩緊急事，聽唔到廣播真係好危險。第二就係港鐵嘅巡查機制。雖然呢件事睇落好搞笑，但如果喺嗰度留低嘅係一個細路仔或者係身體不適嘅長者，情況可能就冇咁簡單。希望港鐵喺2026年度嘅安全檢討入邊，可以加強呢方面嘅巡查，確保唔會再有人被遺留喺神秘空間。講到尾啦，呢次經歷啦，對於呢位男仔嚟講啦，絕對係人生中一個難忘嘅片段啊！可以一個人霸佔成架列車，仲要去到平時冇人去到嘅地方，呢種體驗真係可遇不可求咯。但係對於我哋呢啲普通市民嚟講，都係乖乖地聽廣播落車比較穩陣啊。你有冇試過搭車搭到唔記得落車，或者你有冇遇過更奇異嘅港鐵怪事？歡迎喺留言區同我哋分享。如果你都覺得呢段片有趣，記得 share 俾你嗰啲成日戴住耳機，全世界都唔關佢事嘅朋友睇下，叫佢哋下次搭車醒水啲啦。今集娛樂大追蹤呢就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我係主持小威，我哋下次再見。